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这个胡适的奇葩公司非常多，数不胜数，5000多家上市公司，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呀。这一期主要聊一聊胡适的这些奇葩的公司。首先咱们聊的是会跑的獐子岛，一个为了查清这个扇贝的去向，动用了咱们国家最先进的什么北斗几号卫星，最后再查清楚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后来他的那个董事长好像被抓了判刑。最近獐子岛又火了，再一次火了。4月15日啊，獐子岛发布2024年业绩快报。2024年獐子岛营收15.83亿元，同比下降5.66%，净利润亏损2187万元，同比下滑355%，由盈利转亏损，再度陷入巨额亏损。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獐子岛2024年净利润为负的1.13亿元，同比下滑3275%，什么概念？巨亏，主营业务巨亏。那对于业绩巨亏，獐子岛的解释是什么呢？獐子岛在年报中称，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加大，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市场需求整体呈现不足态势，部分产品销量和价格较同期下降，存量客户订单数量减少，新客户数量增长缓慢。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獐子岛产品收入毛利率未达预期。关键来了，又来悬的了，说同时受长海线海域夏季持续高温，海水盐度偏低影响，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了。什么浮筏产品养殖规格偏小，养殖成活率不及预期，出现亏损。獐子岛对相关资产进行了计提减值。其实这个还没什么问题，主营业务利润下降，你扯天气原因，那海水温度升高了，大家反正都这样。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它这个业绩预告发生了很大的修正。就是值得关注的是，发布业绩预告的同时，獐子岛发布了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也就是修正前，獐子岛预计2024年净利润是240万到480万，也就是盈利，就亏损了，亏损240万不多，扣非净利润是亏9000万到9800万，修正后净利润亏损2187万，扣非净利润为亏损1.13亿元，也就是先给市场发了一个业绩预告，说我们也就亏了200多万，大家不用担心。结果等到出业绩预告的时候，正式出业绩的时候也来改了，说我们不是亏200多万，我们是亏9000万。对于业绩修正的原因，獐子岛此前披露2024年业绩预告时，年度审计未全面展开，随着审计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及相关信息资料进一步搜集整理，基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充分沟通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补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1845万元，现对2024年原预告业绩进行修正。这个是不是扇贝又跑了？你说獐子岛养的这些东西，动不动审计的时候他就跑了，就这样的上市公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样的公司还留在胡适干什么？就这个是我不理解的。你看一个叫罪行累累的，一个叫劣迹斑斑的一个公司，他就在胡适，他不退市。你只要这样的公司他不退市，他就永远上演这些让你这个大吃一惊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事。这些公司他为了维持，为了保留自己的上市资格啊，什么手段都用。这个是因为他经营业绩不行，这个扇贝老是不听话，还有员工不听话的。华夏时报报道，有一家叫中药影片巨头叫新荷花，这家公司也很厉害，多次冲击 IPO 都是折戟沉沙，半途而废。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被员工举报财务造假，屡次冲击 IPO 均失败。这个华夏时报说，既有过硬的产品，又有不俗的业绩，这家中药影片巨头为何多次冲刺 IPO 未果？四川新荷花中药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在谋划 A 股上市多年未果后，正式转战港股。招股书显示，新荷花是中国领先且最大的中药影片产品供应商之一。按2023年中药影片产品收入计算，公司在中国排名第2位。新荷花一边寻求上市，一边保持了营收增长。2023年营收为11.46亿元，较2022年增长47%，但净利润和毛利率出现波动。此外，中药影片带量采购扩容，给中药影片上下游企业带来直接影响。这个新荷花当年在首次冲刺 IPO 时，就是临门一脚的时候，新荷花爆出
数被员工举报财务造假事件。尽管新荷花坚称举报不实，但上市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2次 A 股撤单均发生在监管问询关键节点，也就是监管一发函问他马上我不上市了，撤了，回去再准备再次冲击 IPO， 然后监管又发函问他又说我不上市了。最后三番五次之后，他发现 A 股这儿是不好上，咱去港股。如今转投港交所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这个华夏时报记者就是联系采访新荷花，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一位长期关注医药股的投资人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前有同仁堂国药、中国中药等中药企业成功登陆港股，如今的新荷花经历了多年 IPO 闯关的锤炼，最终能否入港交所的法眼仍是个未知数。还好他去港交所，不再忽视他多次冲击 IPO， 或许是心虚，人家一问他马上就撤，这回去港交所了。2011年3月，新荷花首度冲刺深交所创业板，那是14年前了，并一路过关斩将。然而在2012年 IPO 过会后，已经过会了，新荷花被证监会终止其首发上市核准审查，第一次上市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据媒体报道，当时是因为有员工举报企业财务造假、涉嫌隐瞒关联交易、虚增企业利润等严重内控治理问题。2020年，也时隔9年以后，新荷花再次冲刺创业板，但是不久后，公司与保荐人主动撤回申请。当时深交所在审核问询函中提到了新荷花首次 IPO 被举报的问题，要求新荷花披露前次申报被举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举报涉及的主要问题。不是说你撤回去之后，大家记住了，他撤回去之后9年以后再次冲刺 IPO， 以为深交所忘了，但深交所又把旧账翻起来了。你第一次申报的时候有人举报你造假账，你以为你撤回去就完了是吗？你还得回答。在回复深交所问询时，新荷花对于举报涉及的问题均予以否认。第二次撤回这个是 IPO 材料，理由是什么？说我这个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太低，我没有上市动力了，所以撤回来。万幸是这个公司港交所了，跟港交所去斗法，这个给人感觉，我只能说感觉分明是2次小偷2次作案被抓了个现行，现在换个地方去作案，不就这么个意思吗？这是 IPO 被员工举报财务造假。那么还有国内的彩电第一股康佳发生内讧，什么内讧呢？康佳遭到子公司股东10名举报，举报什么？举报虚增业绩4000万。这是红星资本局报道的，是彩电第一股康佳内讧，子公司股东举报高管涉虚增业绩4000万，被举报高管说这是诬告。康佳遭子公司股东10名举报，央企大股东更换之际，老牌家电企业深康佳000016突遭子公司股东10名举报，陷入虚增业绩风波。近日，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朱新民举报称，康佳集团高管周某、刘某涉嫌虚增上市公司2018年业绩4000多万元。这是7年前呢。朱新民称，2018年在周某的授意下，自己通过旗下公司出借了9552万元的过桥款，用来填补康佳集团虚增业绩留下的窟窿，这笔钱至今未归还。朱新民在社交平台的视频实名举报内容显示，周某系康佳集团董事局现任副主席周斌，刘某则是康佳集团前联席副总裁刘喜田。4月17日，周斌回复红星资本局称，这是诬告。康佳集团相关负责人回复称，已关注到这一事件，并表示举报内容不实，属于诽谤，公司已报警。大家看视频，既然公司已经报警了，那就由警方来，或者是由有关部门来查实到底有没有虚增业绩。但是有一点大家记住了，一个上市公司要虚增业绩，那必然对应的它有很多应收账款，它都是要虚增的。你非要增加你4000万的利润，那你记得多卖多少电视机？你多卖的电视机的钱在哪儿？这个就是形成一个应收账款。或者你把钱收回来，那你钱放在哪儿了？在银行存款或者理财，或者是变成供应商的采购款，我又去买材料去了。那总之是钱进来，有钱出去。那这个举报人就说了，当年我为了受高管的授意，我借了9000多万的过桥款给公司当做营业款，当做收入，
9500多万的这个过桥款做收入，产生利润是4000万，大概这个意思啊。现在这个9000多万还没还，所以人家举报。你说说，这可是彩电第一股康佳，你看那个号码000016，你就知道它上市多长时间了。这么一个老牌的上市公司，居然也有这样的财务造假，被人举报，就说明这个胡适。你说哪家公司你认为没有问题？蟑螂定律，就是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恐怕你家里已经被蟑螂占领了。你看看，如果不是内部人举报、审计、监管，恐怕都不会知道。给人感觉有一种叫民不举，官不究，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你看，这是2个职工举报、内部举报，这个还不算。咱们再看现在最火的芯片公司 IPO 造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近日公布对昆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高管行政处罚决定书，揭露该公司在创业板 IPO 过程中曾在隐瞒重要财务信息、虚增利润等违法行为，被处以责令改正、警告及合计960万元罚款。经广东证监局调查，2020年1月，昆屯微第一大股东李某华以每股2元的价格向公司高管及员工曹某、孙某等人转让800万股份，而同期公允价格为每股6元，差价合计3200万元。该交易实质构成股份支付，但昆屯微在2022年12月披露的创业板 IPO 招股说明书中，并未如实披露转让价格，且未进行股份支付会计处理，导致2020年虚增利润总额3200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1%，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公司本来这一笔是你支出，你以2块钱一股的价格给高管、给员工转让股份，这个是应该列入当期公司的支出，那就是你的。但是这家公司居然他没有把它列到开支里面去，那这3000多万在账面上就变成利润了。也就是他本来把这3000多万付出去，那他当年利润恐怕就是没有了，负的。2023年7月24日，昆屯微主动撤回创业板上市申请，深交所于8月4日终止审核。广东证监局认定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法，所以对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处以200万元罚款，董事兼总经理孙某、董事兼副总经理分别罚款120万。这个昆屯微是一家专注于音频、SoC 芯片和信号链芯片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给我的感觉它又像是一个骗子公司啊，是来骗钱的。除冲刺 IPO 外，昆屯微还尝试通过被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你看看，就是处心积虑的要到2级市场来割韭菜，自己 IPO 不行，那我不行，我就卖给哪个上市公司，就想方设法要套现呢。2023年7月，科创板公司纳新微拟收购其67.6%的股权，但最终于2024年8月宣告终止，差点又得逞了。你看这么多例子，就活生生的就告诉我们，2023年、2024年的不是好像新增长来了吗？不是要严刑峻法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要叫冒险闯关的，不死心的，这就说明这些新 IPO 的，就是2024年上市的这些企业，经得起检验吗？咱们以前介绍过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一个烧陶瓷的，本身他这个房地产业务是现在低迷，到处都没有开工，完了这个陶瓷本身就是高污染、高能耗，是个夕阳工业。你说这样的企业你上市干什么？你要赚钱，你股东几个人分不就完了吗？你银行贷款完了赚了钱你分，为什么非要上市？它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也不是什么新兴产业，就这么处心积虑的要上市，要到资本市场，要到胡适来割韭菜。4月18日，梅尔雅公告称，这梅尔雅现在主营业务干什么都不清楚，反正以前是做服装的，西服嘛。他公告什么呢？说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继平先生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同日，梅尔雅公告称，其收到湖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郑继平等人被出具警示函。对于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梅尔雅称系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也大概就是做假账。除此外，梅尔雅并未就被立案调查原因披露更多细节。梅尔雅表示，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相关进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大家可以搜一下梅尔雅。梅尔雅也是一家老牌上市公司啊，又在这玩花活啊，对吧？不行就退了。这个野马财经他今天报道一个叫家装第一股，就是搞装修的第一股，叫东益日盛。这个东益日盛获11亿注资，这本来是好事，也有钱来了嘛。但是就这么个公司，家装第一股，欠薪就欠了1年。4月17日，
东益日盛公告称，公司已与财务投资人签署投资协议，将获得合计约8亿元的投资。这是继产业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后，东益日盛获得的又一笔复活币，也就是说有新的血注进来了，他又能在胡市活下来了，不用退市了。但是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法院也会明确写欲重整受理就停止计算债务利息，如果没有写就应当计算利息。刘新远律师补充称除了讨薪讨债的声音外，也有用户表示，东益日盛相比行业大部分公司更令人钦佩，也曾努力突破传统和行业，注入品牌和科技价值。日前，东益日盛拖欠工资、专修纠纷、欠付供应商货款等一系列遗留问题仍未得到全面解决，后续是否影响公司恢复正常经营，仍需东益日盛给出行动才能消除疑惑。他这文章特别长，咱就不介绍了。总之，他是家装第一股，现在是在渡劫，签一金就签了1年，供应商的货款那更给不了了。就这么个公司，还有必要在胡市待着吗？所以我在以前节目就说了，咱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先至少要干掉1000家。这1000家他本来就应该退市，你不让他退市，他就想各种办法来满足你维持他上市主体地位的那个条件。他为了达到那个条件，自身不具备那个条件，他为了达到条件只能造假，他没有办法，被逼的造假，赶鸭子上树。所以这些造假手段就是五花八门，应该加大退市力度，这样让这些企业顺利的退出资本市场，一了百了，这样反而让胡市慢慢的这些上市公司质量慢慢的好起来。正因为有这些垃圾公司存在，叫劣币逐良币，整个的生态都搞坏了。但是你说要让这些公司退市，谈何容易？每个公司后面恐怕都住着一个神仙呢，监管部门也是投鼠忌器。你要让这些公司一退市，这很多散户、很多金融消费者还不愿意，在那鬼哭狼嚎的。这些公司他为了保住主体地位，他就不停的编故事，因为他主营业务不行，他就是赔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样的上市公司，所以他就不停的，今天是什么算力概念好，那我就是算力股，开始讲故事，搞个厂房，搞几口服务器往那一放，我就是算力股。明天说是人工智能火，他跟那个 DeepSeek买个接口，花个几千块，到处放风，我也搞人工智能，搞 AI 了，成本很低，金融消费者可不管这些，就像苍蝇见到蛆一样的，或者蛆见到那个粑粑一样的，一听到这些消息，立马就一哄而上，先拉10个涨停再说，最终是一地鸡毛。大家能想象一下，那美的的资本市场，美股它能一天能有这么多说上市公司造假账的吗？但是在咱们这就司空见惯，一个周末我在网上看一下，就这么多做假账的上市公司，真的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所以就这么个市场，老有人天天说要涨到14000点，要走牛市，怎么牛？都是出老千的，都是在里面搞诈骗的。这种市场点位越高，危害越大，所以它只能稳在3000点，它又坏不到哪里去。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今天胡锡进老师很有可能是最近虽然胡适拉了个9连阳，但是胡锡进老师那个个人的账户恐怕是9连阴，9阴白过爪，缩水不少。所以你看他今天就开始说话就开始正常了。胡锡进老师居然破天荒的呼吁要通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扩大消费市场，你说这不是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吗？胡锡进老师说，他说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扩大消费市场，这是国家当下的重要政策取向，也是紧迫事项。然后他里面写了很多，他先说用公共投资拉动经济，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这个是管用的，但首先要肯定取得的成就，但是接下来你再这么投资不行了，接下来应该靠老百姓消费来拉动经济。然后他举例子，他说老胡这几年在全国各地不止一次跑过车辆极其稀少的高速公路，有时1-2分钟内都见不到一辆车。个别高速公路上的休息区因为车子太少是关闭的，只有厕所开着，一个服务员也看不到。他说这种情况虽然是个别的，但它显示了如果消费对基建规划影响不够强，公共投资可能出现偏差。类似基建的钱如果先用来提升百姓的收入和消费，会促进经济整体上的更好协调。你看，就胡锡进老师很委婉的批判你这种大基建投资有的时候钱扔到山里去了，没有效益。你在大山里面修那些宏伟的工程，跨2座山的大桥是很好看天堑变通途嘛，问题是它没有经济效益，你还得维护它。你看胡锡进老师说了，这种投资如果给老百姓消费，促进经济整体是更好协调。他又举了例子说，现在各个城市都在发展新区，他说大城市的新区往往都很成功，有文物价值的老城区得到更好的保护。他说但是有些中小城市的新区很冷清，老城区也衰落了，新老城区抢夺城市的有限资源，效果并不好。胡锡进老师委婉的批评很多中小城市盲目的扩大新区，实际上你资源没有那么的流量，也没有那么的人，你深深搞个新区出来，新区老区两边都荒废了。最后胡锡进说
多让老百姓挣钱，提高国民收入占 GDP 的比例。你看这个说到点子上了，会带动市场可持续的繁荣，增加投资与消费的进一步协调，经济整体上更加融洽。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框架立了起来，成绩斐然。要把进一步的修修补补多交给市场力量，多让老百姓的钱包去自然驱动消费，直接关乎人们的幸福感。千方百计扩大这一块的比例，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参与提升消费动力，其意义是综合的。胡信老师，你看他写的就非常正常，充满了对韭菜的这种关怀，提高韭菜收入，来提升消费能力、消费动力。我只能说啊，胡适的9连阳让更多的金融消费者赚了指数啊，赔了钱。胡信老师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了，所以胡信老师就显得更加正常一点。他也开始呼吁少投资、多消费，提高韭菜收入。你看他没有说刺激韭菜消费，他也知道韭菜没钱，所以要提高韭菜收入来拉动消费。所以说各地的老干部疗养中心少修一点，这个什么广场反生椰子树少搞一点，对吧？提高韭菜这个收入占 GDP 的比重，大头少拿一点，韭菜多分一点，情况比现在都好得多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